咦，Ron Sir，你無啦啦做乜開個拍子機 app 嘅？哦，弊啦，你係唔係想偷懶練樂器唔做嘢？咁梗係唔係偷懶啦，其實我喺度研究緊解鎖身體嘅聽覺鎖匙啊！聽覺鎖匙？乜聽聲可以醫病㗎？咁梗係啦，有好多柏金遜患者其實成日都會出現一種有心無力嘅感覺，就例如佢哋行緊路想轉彎啊，又或者佢哋經過一啲比較窄嘅走廊嘅時候咧，雖然佢哋好想做到個動作，但係對腳成日都好似結咗冰咁黐實地下㗎。如果見到屋企人咁樣，作為照顧者個心一定好難受啦。咁喺物理治療嘅角度，我哋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呢？嗱，物理治療嘅奧妙咧，就係咧，我哋成日會將唔同嘅科學元素糅合落去復康服務入邊嘅。我哋咧會成日用呢種穩定嘅聽覺提示去刺激佢哋嘅大腦運動區域，從而改善佢哋身體僵硬嘅程度，同埋提升佢哋日常生活嘅流暢度嘅。哦，原來呢種滴答聲係可以訓練大腦嘅。咁大家喺屋企可唔可以跟住做㗎？咁梗係可以啦。今個星期五6月26號上晝10點鐘，活力50+最後一堂即將上線。咁喺呢一堂入邊咧，我會親自傳授一套專為體弱同埋柏金遜症病患者所設計嘅運動。咁大家咧就可以跟住呢套運動，只要準備一張凳、一部手機同埋一個手機拍子 App，校到去60 BPM，咁就可以安全鍛鍊㗎啦。咁就好啦！大家記得星期五要準時收睇，仲要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親友喎。仲有啊，做完運動要去 YouTube 留言同埋 WhatsApp 打卡，呢個係最後機會去贏取豐富嘅禮物㗎。無論你係充滿活力嘅50+，定係需要復康訓練嘅人士，賽馬會流金會多元化嘅運動課程同埋復康服務，總有一樣係會適合你嘅。馬上致電聯繫我哋嘅專業團隊預約，又或者係下載我哋賽馬會流金會嘅手機應用程式參加課程。今個星期五線上見。